今個星期嘅數學周呢，我哋數學科嘅老師為大家準備咗一連串精彩嘅活動喎。首先係朝頭早，我哋會有1、2年級嘅同學由老師講解有關數學繪本嘅故事；3至6年級嘅同學就會閱讀早讀嘅材料，閱讀關於數學嘅知識。記唔記得新年之前我哋做過親子環保立體模型設計比賽呢？你哋就可以喺數學攤位裏面投票，選取你最欣賞嘅作品。2年級嘅同學會喺課堂裏面玩 STEAM 嘅活動，個活動名稱叫承托力之王，揾下邊個立體承托力最好嘅。3年級嘅同學，你哋就會去圖書館閱讀有關數學嘅圖書，學習更多數學嘅知識。4年班嘅同學，你就會喺課堂上面以對稱圖形製作一啲中國嘅剪紙藝術。5、6年級嘅同學就有數學有鐘，可以去雨天操場用唔同嘅量度工具去解難，發揮團隊精神。午息嘅時候，所有嘅同學都可以去數學攤位度玩，挑戰唔同嘅任務，換取精美嘅禮物。我哋希望今次嘅數學周唔單止咧，小朋友玩得開心，仲可以喺攤位裏面培養良好嘅價值觀。透過小朋友動手做 STEAM 嘅實驗啦，或者好刺激嘅創意嘅解難題啦，可以靈活運用數學。希望咧佢哋可以喺生活裏邊發掘咧數學好玩嘅一面。我哋係負責立體模型設計比賽攤位嘅服務生。我喺午息當值嘅時候，主要係協助同學點樣用 Google Form 嚟進行投票。見到好多同學排隊嚟支持參賽作品，氣氛好好啊！我哋最鍾意立體模型設計比賽。見到同學整嘅模型好靚啊！我仲有份去投票揀冠軍添。我去咗立體模型設計比賽呢個攤位，服務生教我用 Google Form 投票，我投咗我最鍾意嘅模型，啲作品真係好靚啊！跟住老師嘅教同學，同埋用立體圖形學測試，見到張紙可以放到咁重嘅嘢，全班都好興奮啊！呢個活動承托力之王好神奇，原來只要將啲紙接好，可以承托到啲嘢，呢個估唔到。原來唔同嘅立體圖形承托力真係差好遠。今次呢個活動令我學識咗點揀適合嘅立體圖形去承托物件。睇咗呢個數學書裏邊嘅故事好得意啊！我仲好俾心機畫咗圖書工作紙裏邊嘅畫，希望葉可以俾葉老師揀我嘅佳作啦。原來數學書咁好睇㗎！我用心咁樣做張工作紙，我希望可以每一班可以做到佳作啦，攞到禮物。我平時好少睇數學故事，今次睇完故事書再做工作紙，令我覺得數學其實好有趣。老師派咗材料俾我哋，有2堂時間慢慢整，大家可以好有心機咁設計自己嘅對稱圖形，真係好開心啊！今次數學周我哋學咗整對稱圖形，
剪出嚟攤開嗰一下，覺得好靚。原來數學都可以有好多藝術感。只要對接再剪，打開就會變成左右完全一樣嘅圖案。見到自己嘅作品，真係覺得好靚啊！大家喺地下一齊玩遊蹤，有老師巡視同幫手，成功解開謎題嗰刻真係好開心啊！我覺得數學遊蹤好刺激，我同同學一齊用預備好嘅工具周圍去拆解題目，好有挑戰性。今年數學遊蹤嘅題目好好玩，我哋要帶埋數學嘅工具去拆解題目，好似做偵探咁。我負責係唔識乾淨派發攤位禮物，見到同學拎住個填滿印仔嘅數學卡嚟換禮物，佢哋好開心，我都好開心啊！我今日玩咗幾個數學攤位，好好玩。我而家儲緊數學周卡印仔，好想快啲換到攤位禮物啊！啲數學攤位真係好好玩啊！我發現咗，原來只要用返我哋平時上堂學過嘅數學知識，就可以解開謎題。